美国的联邦众议院通过一项协议，其中包括台美之间会避免双重扣税。咱伫美国芝加哥办事处的代表是强调，台美若准会当签署这个贸易甲税金的协定，就会当强化咱台湾的经济安全。望讲台美这之间会当有搁较侪交流。也若专家是认为讲，若准台美会当避免双重扣税，对咱国内电子零件甲设备等等，拢真有帮助。 自美国芝加哥办事处处长雷彦峰伫最近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陣，希望台灣甲美國中西部伫貿易、教育甲觀光方面會當有交流合作。W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, Taiwan can also sig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. I think we can secure more economic security. 雷彦峰認為，台美的理念相仿，以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基礎上。 各方會當簽署雙邊貿易協定。在過去雙方經貿關係正緊密。2022年，雙邊貿易額是1360億美金，年增加率19%。台灣是美國第9大貿易夥伴，第8大進口國來源。今年台灣對美國投資金額達到11億美金，佔對外投資的11%，排第2名。為了要強化非官方夥伴關係，美國聯邦眾議院設計委員會。 通過美台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，希望各會能趕緊過關。首波會受惠的一定是我們現在在美國當地投資特別多的這些產業，像很多的電子零組件的產業、批發零售，還有金融這些，還有基本金屬製造業，這些都是現在台灣到美國去投資的主要的產業別。專家提醒講，美台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在協商的過程中。 無論是企業的所得稅，抑個台灣的工程師及美國的個人綜合所得稅，攏愛落入談判議題，才能真正享受到雙重扣稅所帶來好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